如果你想一打開 IG 就會見到你，打開 YouTube 見到你，小紅書網頁一 online 就會鋪天蓋地都見到你嘅蹤影，見到你賣嘅嘢啊！你一定要學識呢一招矩陣。Hello Grace， 呢個頻道係講一人公司點樣建立小而美事業，去建立一個又賺錢又開心又自由嘅事業。影片下方有關於流量變現嘅講座，變現不等明天。睇完呢個影片記得睇埋呢個講座啦。好多年前我見到一個靚女嘅 IG 賬戶叫做 Summary， 見佢身材又好又靚女，咁之後呢，我就睇佢內容啦，睇我就發現，咦，點解我成日都會喺 IG 度見到佢嘅內容嘅呢？每次一打開 IG 都係呢個女仔嘅內容。後嚟我仔細睇先至發現，原來呢個女仔係有好多個賬戶嘅喎。有啲係佢嘅 fan page 啦，有啲就係佢嘅小賬戶，又或者係 backup account。咁因為呢個女仔咧係 sell 性感嘅，咁呢一類型嘅內容咧都會好容易被 IG 去封殺或者限流，所以佢有幾個 account 去做安全網咧。呢個做法我係非常之理解。咁但係後嚟我又發覺，咦，有唔少嘅賬戶其實佢哋默默都做緊呢一件事，尤其喺小紅書上面特別明顯嘅。咁分享一個我好中意嘅心理學老師啦，佢專講溝通啊、兩性溝通、夫妻溝通、子女溝通。咁呢位老師咧就叫做陳藝新。最初我接觸佢咧都係喺 Facebook 入邊無意中見到佢嘅影片，覺得佢分享嘅嘢幾有用，於是乎我就撳入去影片去睇下個出處，發現原來個影片係嚟自小紅書嘅喎。咁我去小紅書入邊去搜尋啦，一搜就見到佢嘅片咯。然之後嗰排咧，我發覺每次我一打開小紅書都會見到藝新老師嘅影片嘅，跟住我就心諗有冇咁勁啊？佢呢個賬戶，就算我好中意睇呢個 account 嘅內容，啲演算法都冇理由淨係將一個賬戶嘅內容派送俾我㗎。咁於是乎我就又細心留意下，就發現咦，原來藝新老師係有好多個賬戶嘅喎。咁仲要每個賬戶咧都要過10幾萬，仲有3個賬戶咧係過20幾、30幾萬添嘅喎。咁難怪演算法咧就梗係不停將佢嘅內容推送俾我啦。而我發現咧，其實好多強勁嘅 IP 佢哋其實都做緊呢一件事。又例如喺美業創業賽道好出名嘅 Gina 老師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賬戶嘅。所以之後我就明白啦，原來佢哋做緊呢一個佈局就係叫做矩陣。咁究竟乜嘢係矩陣呢？矩陣顧名思義咧就係一個陣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賬戶啦。不過佢哋嘅賬戶名稱係唔同嘅，但實情其實都係同一個 IP、同一個賽道、同一批影片，只係呢個 IP 佢將佢自己分身咗做幾個賬號。咁點解要咁做呢？有啲咩好處呢？第一個好處就係矩陣可以幫你擴大推送。因為一個賬戶咧要做到10萬粉絲，其實真係唔容易。咁但係如果一個賬戶做到幾千粉絲或者幾萬粉絲，一定就會易好多啦，係咪？與其去集中一個賬戶做到10萬，倒不如我哋將5個賬號，每個賬號做到2萬粉絲。第二個好處咧就係分散風險。無論你喺 IG 又好、小紅書、YouTube 都好，你喺呢啲平台入邊嘅流量咧，始終都係屬於個平台，唔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有啲咩突發事件發生啊，你個賬戶俾人封咗啊，其實你啲流量就會冇晒噶啦。咁所以如果開多幾個賬戶咧，就可以分散風險。第三個好處咧就係無限洗腦啊。其實無論邊個平台都好啦，演算法最終嘅目標都係想用戶停留喺呢個平台越來越好。咁所以咧，佢哋會將用戶中意睇嘅內容一次又一次咁樣推送俾用戶，令到用戶咧離唔開呢個平台啦。如果一個 IP 係有3個賬戶，呢3個賬戶實際上佢哋講嘅內容其實係一樣嘅，結果就係演算法見你睇咗 A 賬戶，佢就會將 B 賬戶同 C 賬戶都會介紹埋俾你，而用戶就會好似我咁啦，發現咦，點解我睇嚟睇去都係呢個 IP 嘅內容呢？原因就係佢哋做咗矩陣。咁用戶睇你嘅內容睇得多又有乜嘢好處呢？咁當然就係會增加購買啦。有個說法就係話，用戶向你購買之前，佢接觸你至少起碼有7次。咁其實佢睇得你嘅內容越多，佢潛移默化咧就會開始心動，會想試下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啦。而順帶一提啊，矩陣唔單止淨係可以喺一個平台度用到，仲可以跨平台。就例如外國嘅行銷大師 Gary V 嘅遍地開花理論啦，要增加曝光，除咗喺一個平台嘅曝光之外咧，我哋係應該嘗試喺唔同嘅平台曝光。咁樣用戶無論佢去到 IG 又好、Facebook 又好、YouTube 又好、Twitter、TikTok 乜都好啦，佢邊度都會見到你啦。就好似我哋香港有個例子啦，五索啦，
嗱，我哋今日咧就唔討論佢個人，我哋淨係討論佢嘅行銷手法啫。首先，我哋會見到佢有一個主 IG 賬號啦，即係我哋叫做大號啦。然後佢製作部又有一個小賬戶，然後佢 fan page 又有一個賬戶，然後又有一個叫做 Number One Fan Page， 仲有一個暖宮油王子嘅 IG 賬號。咁呢一個就係佢旗下嘅藝人嚟嘅。然後伍索亦會去 CTA 叫佢嘅用戶去 follow 佢其他嘅小賬戶。咁你就係睇到一個 IG 入邊，其實屬於伍索呢個人嘅旗下已經係有4-5個賬戶啦。咁除咗 IG 入邊佢做咗矩陣呢，你會睇到小紅書有佢嘅賬戶啦 ，YouTube 亦都有佢嘅賬戶啦。你會喺唔同嘅地方都會見到佢。咁樣做佢嘅顧客群，除咗可以係香港地區之外呢，仲可以包攬埋其他嘅華語地區啦。咁聽到呢度，你大概都會諗，哇，矩陣係好，不過我而家連一個賬戶都未經營好啊，點樣再經營多幾個賬戶啊？仲要得一個人，冇資源，冇人幫。咁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就會想講，假如你係一人公司，點樣可以做到矩陣呢？如何做矩陣？首先我講下一般嘅大戶佢哋係會點樣做矩陣。首先佢哋會將呢啲 IP 嘅演講啦、訪問啦同埋分享去拍低，而將呢啲長素材咧剪輯成為好多段嘅小影片。咁因為一個演講又或者一個分享咧，其實係好長噶嘛，咁所以中間係可以剪輯成好多好豐富嘅素材啦。如果資源多啲嘅話咧，佢哋會將一段影片去節錄落嚟，用唔同嘅剪輯模式去製作影片。譬如同一條影片，一個版本咧就係好簡潔嘅字幕，另外一個版本咧就係好多字卡啊、彈幕啊，好生動啊，咁樣就可以做到一個素材，但係有唔同版本嘅輸出啦。然後佢哋會開幾個賬戶，我假設佢哋開咗 A、B、C 3個賬戶啦，每個賬戶每一日上傳1至2支影片去營運。咁因為佢哋有一個非常充足嘅影片庫存，所以佢哋每日上載1至2支影片咧係完全冇問題。而當讀者入咗去其中一個賬戶 A， 假設第一次佢係冇轉化變成客人，冇去買嘢嘅，但演算法會因為讀者嘅興趣就會推薦一啲相類似嘅內容俾佢，所以睇完 A 賬戶，演算法就會推 B 賬戶同 C 賬戶俾用戶睇啦。咁用戶睇得多，自然就會有興趣啦，跟住就會留低佢嘅聯絡，然後就會跌入私域流量嗰度做轉換噶啦。咁無論最後能唔能夠轉換都好啦，呢個矩陣嘅循環呢，其實佢哋係不斷繼續嘅，就係睇完 A 賬戶之後就會睇埋 B 賬戶同 C 賬戶啦。一人公司小賬戶如何做矩陣？咁你可能話我冇拍開長片嘅喎，淨係得啲短片喎，咁樣點部署呢？咁一個行內最常用嘅方法呢，就係模擬問答啦。你只需要咧將個鏡頭 set 喺側側地嘅地方，好似模擬有人同你做緊訪問咁。咁所以喺做訪問之前，其實你首先咧係要做咗一個我哋行內人做內容都會用到噶啦。咁就係咧去建立一個內容存庫。呢個內容存庫咧係會將你要去講去分享嘅內容咧全部列晒喺度。咁點樣建立一個有系統而且精準嘅內容存庫？即係唔係一啲你求其諗到我今日有個 idea 你就掉落去嘅內容存庫，而係一啲客戶真係有興趣想知嘅內容。咁我嘅課程入邊咧都有教大家點樣去做內容存庫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都可以喺影片下方我哋有連結可以去了解翻。我哋有咗內容存庫啦，我哋就會根據入邊嘅題目，然後好似你同朋友傾偈咁樣，好自然去分享去答呢啲問題就得噶啦。答完一題就接一題，啲答案長定短都冇所謂嘅。有咗呢啲基本嘅素材之後咧，就嚟到我哋最麻煩嘅部分啦，就係剪輯啦。因為一人公司，我哋點樣剪咁多條片咧？要去過濾佢嘅內容，將啲精華剪翻出嚟。咁我自己又冇咁多時間啦，冇咁多精神啦。咁所以解決嘅辦法咧，一定就係用 AI 嘅智能長片變短影片嘅功能啦。咁只要咧，我哋將一條片放入去，等一陣自動就會幫你生產8條10條嘅 Reels 啦。咁究竟邊啲嘅工具係有呢一個功能嘅呢？咁其實 CapCut 啊或者 Filmora 咧都有噶啦。不過到目前為止咧，我覺得佢哋都做得唔係好到位啊。好可能係因為廣東話嘅緣故啦，佢哋理解同埋生成嘅效果咧，我自己咧就覺得麻麻地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想介紹一個工具啊，叫做 FOMOfly。佢係我目前用過嘅 AI 智能長片變短影片嘅功能，理解廣東話最好嘅一個工具。佢理解完廣東話嘅語言之後，仲可以將廣東話變成書面語嘅字幕。咁我哋就唔怕其他華語地區嘅讀者睇唔明啦。
咁當然除咗廣東話之外，佢哋都有支援其他嘅語言嘅。等我帶大家去示範一下呢個工具係點用啦。呢個工具咧就係想介紹俾大家嘅 FOMO Fly 啦，可以將長影片 AI 自動剪輯咧變成一啲短嘅影片嘅。咁因為我都幾中意用呢個工具咧，所以咧就專登問咗佢哋攞一個優惠碼俾大家。咁如果你都有興趣試用嘅話咧，陣間你可以去呢個影片嘅下方有一條連結嘅，用我嘅優惠碼咧，首次購買係有9折嘅優惠嘅。咁呢個優惠咧係其他地方冇嘅，我特登問佢哋攞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唔買嘅話咧，你都可以試用咗佢先，覺得好用先至決定要唔要購買啦。好啦，當你登記咗賬戶之後咧，你就會見到你而家呢個版面噶啦。咁左手邊咧有一個好耀眼嘅創建專案嘅按鈕，咁我哋撳咗入去咧，你就會見到佢有2種嘅剪輯方法。第一個咧就係左手邊呢一個 AI 自動提取精華片段，因為懶啊嘛，所以咧我哋首先試用咗呢個 AI 自動提取精華片段。至於上載影片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友善，你可以選擇直接 upload 條 YouTube 嘅 link， 又或者你去上載一條影片。好啦，我而家咧就上載咗呢條影片，我就撳下一步。下一步咧，你就可以幫呢一個專案改一個名嘅。語言方面咧，我就會揀係中文粵語嘅。下面你可以選擇你想生成嗰啲 Reels 嘅影片嗰個長度。咁通常咧，我會揀自動。然後咧，你可以揀嗰個 Reels 嘅影片風格，就揀呢一個可愛嘅風格啦。如果你唔中意呢啲風格嘅話咧，其實佢都有得自己去設計你嘅風格嘅。咁呢度我哋稍後會再講。咁我揀咗呢個可愛風格先。之後咧，你可以自定關鍵字嘅。如果你冇乜頭緒嘅話咧，你都可以留空佢嘅。咁好啦，我因為懶啊，咩都唔揀啊，就咁創建專案啦。話咁快咧，佢已經幫我生成咗9條嘅短視頻啦。咁我就睇一下每一條視頻嘅內容係點先。我就揀第一條啦。咁佢連題目都同我生成埋喎，賺不到錢，缺的是可執行的變現系統。咁我覺得呢個標題都算 OK 啊，靚仔啊。睇下個內容先。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就係你賺唔到錢，絕對唔係因為你唔識用 AI， 亦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而係因為你缺乏一個系統。等我解釋一下。咁睇到呢度我就覺得都好滿意啦，係咪啊？真係超方便，我完全冇做一啲好特別嘅 setting， 又或者俾一啲好複雜嘅提示詞佢自己咧就已經幫我生成咗一個都幾靚仔嘅短片啦。嗱，有晒標題啦，有晒字幕啦。咁字幕方面咧，其實你見到佢幫我將啲重點嘅字眼特登 highlight 咗。咁不過咧，你見到佢嗰啲行距啊，又或者有啲字咧，頭先見到都係有輕微爭少少嘅。咁咧陣間咧，我就可以去自己人手去 adjust 啦。但係基本上佢已經幫你做咗90%嘅功課啦。我見到佢呢度有個可愛風格，我試下如果我撳一撳轉第二個風格，佢會唔會即刻幫我轉咗第二啲風格先？咁我撳呢個藝術風格，再 play 嚟望下。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就係你賺唔到錢，絕對唔係因為你唔識用 AI， 同埋你會見到咧佢嘅翻譯咧係書面語嚟嘅，因為我廣東話嘅用戶咧好多嘅 AI 工具佢理解嘅時候，佢翻譯嘅時候，佢都會俾翻廣東話嘅字幕我。俾廣東話字幕我有咩問題咧？就係當我有嗰啲啊、啊、如果係華語地區嘅朋友咧，會聽唔明啦，聽得好辛苦啦。咁所以咧，書面語嘅翻譯咧，我覺得係好好多啊。咁同埋咧，就係如果頭先你見到可愛風格，我唔中意咧，原來喺呢度一撳，我就即刻可以轉換第二啲嘅風格。咁你就可以喺度試啦。因為整體我覺得唔錯啦，不過都係有啲細位要執嘅，咁所以我就撳編輯。好啦，入到去咧，你見到左手邊就係嗰個字幕嘅位置啦。咁喺呢度咧，我就可以調整啦。譬如係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咁我見到咧，佢已經將殘酷真相呢個重點字眼咧 highlight 咗啦。添加句子嘅特效，OK， 原來我仲可以有其他嘅特效添㗎喎，譬如旋轉，仲可以有音效。好，呢個幾好。咁我就撳呢個，咁我試下 play 一次先。一個好殘酷嘅真，咁咧我頭先就係撳咗粉紅色添加句子特效之後咧，我就有咗個動畫啦，同埋有咗個音效啦。咁我就覺得哇，好方便啊！撳個掣，佢就幫我加個特效。我始終都係覺得呢一句嘢咧，
可能因為太長啦，咁導致咧佢嗰個 spacing 唔係好靚，咁所以我想將佢斬開，咁我咧就可以去到一個肯呢個位置，撳 Enter， 佢咧就幫我咧斬開變咗兩行啦。咁再去到右手邊呢一度咧，就係你可以自己調校嗰個邊框嘅尺寸啊，可能拉下大啊，拉下細啊，又或者你覺得佢 crop 得唔好喎，咁你可以左邊右邊自己去 adjust 啦。咁咧我哋一路睇呢條影片咧，去到佢中間嘅部分咧，其實佢都好聰明嘅，就係咧嗱呢度咧，因為佢知道我唔係 talking head 啦，佢 detect 到，所以咧佢就直接將我呢個畫面咧變成一個橫島，塞咗入呢個長方形嗰度。呢個做法嘅好處咧，就係特別對於我呢啲會做教學嘅人就比較友善啦。因為有時咧，我會講下嘢，突然間會插播一啲教學。咁個教學如果喺 YouTube 上面咧，佢會打橫噶嘛。如果我夾硬拉大咧，基本上係唔會 fit in 到落呢一個比例度嘅。咁如果佢自己幫我偵測到，自己幫我用呢個方法咧，咁我就可以成段片好流暢地展示出嚟啦。去到呢個影片嘅尾部咧，佢就完美展示咗佢點樣將我嗰個教學咧放咗喺呢個9:16嘅比例入邊。咁大家睇下右手邊呢一個嘅版面啦，其實我原本咧就係一個打橫咁大嘅圖，咁佢咧就 detect 到我喺呢個圖入邊喺度講嘢喎，所以咧佢嗰個 AI 就將嗰個剪裁咧放咗喺我個頭嗰度啦。如果我覺得我唔想淨係見到我頭喎，我想我講嘢同時顯示到後面呢一個圖喎，咁佢有一個功能咧好好嘅，就係叫做分鏡功能啦。喺呢度咧我就撳新增版面，咁因為我想我個樣同埋嗰個後面講緊嗰個圖係同時顯示，咁咧我就揀第三個啦，上下咁樣顯示出嚟。咁咧首先我就撳咗上面一個先，咁我就將分鏡拉落去，咁然之後咧我就將我第二個分鏡拉落去下面。好啦，然之後咧我哋就去到我哋右手邊呢一度，而家睇到呢個咧就係下面個第二個分鏡，因為我想睇晒所有嘢嘛。咁我就會嘗試拉 show 到呢個圖啦。咁喺中間嘅預覽嗰度咧，你就會見到下面係圖啦，上面就係我講緊嘢啦。咁如果你覺得你唔中意呢個擺位喎，咁我就可以將佢上下調轉啦。咁我就去翻左手邊呢一度，將我講緊嘢嗰個分鏡咧拉落去下面，將圖嗰個分鏡咧拉落去上面，然後咧我哋去翻右手邊呢一度再去 adjust。咁呢個功能咧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如果你係有同其他人一齊做訪談嘅，咁訪問係有兩個人噶嘛，咁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喺鏡頭入邊同時展示你同對方嗰個樣啦。咁我去翻左手邊嗰度睇下版模呢個係咩嚟嘅先。咁呢個部分咧就係你可以將你自己嘅 logo 放入去。好啦，上載嚟呢度之後咧，咁每次我去整我嘅影片咧，我就可以將佢拉落去，就有我自己專屬嘅 logo 啦。仲有一個要補充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去到一開始佢有一個標題嘅，咁呢個標題咧嗰個樣或者個文字你可以點樣去修改咧？左手邊呢一度咧，你會見到風格，然之後咧就撳標題，標題下面咧你就會見到可以修改標題嘅部分啦。標題嘅位置喺邊度咧？咁你可以自己去 adjust 啦，高啲啦，低啲啊。咁呢度咧佢亦都可以好個人化嗰個，譬如文字嘅大細啊、行距啊、顏色啊。好，儲存完之後咧，我就可以去左上角呢個箭嘴出翻去。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一條片啦。第二條片咧，我喺決定要唔要入去編輯佢之前咧，其實我可以喺右手邊呢一度首先睇咗佢幫我選取咗一段乜嘢嘅內容先。如果睇完之後我發覺唔適合咧，其實我直接已經唔會去編輯佢噶啦，咁我就慳時間。好啦，假設你已經睇晒咁多條片，而且已經完成編輯啦，咁樣咧我哋就可以喺度匯出。講到呢度咧，我哋又面對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好多人好辛苦咁樣製作內容，又俾錢落廣告，但係最後都冇人買嘢，連詢問度都冇喎。究竟點解會咁呢？咁我咁辛苦製作咁多內容去舉證，其實係咪真係有用㗎？喺呢度咧，必須要好負責任咁同你去坦白，其實製作內容但冇辦法變現，原因係因為大部分人佢哋嘅思維錯誤咗。其實流量同變現係兩個區塊嘅東西，營運策略都會唔同嘅。咁如果你製作內容唔單止係為咗我要好多流量同粉絲嘅虛榮感，而係實實在在可以賺到一個可以支撐你理想生活嘅現金流，你可以去
去睇下呢條影片，入邊會教一人公司點樣用呢一個一人變現藍圖去突破零收入。影片連結咧我會放喺下面。如果你想睇更多一人公司由零開始流量變現，可以去睇下我哋嘅流量變現講座。呢個講座嘅連結咧亦都會放喺呢個影片嘅下方嘅。咁中意今日分享咧，你可以睇埋呢個影片啦。如果你有睇到你呢度，歡迎你去下面留一個紅色嘅心心，等我知道你有睇到最尾。仲有記得 follow 我 IG，下條影片見，拜。